后来继续来看高雄凤山警察分局，一个员警互人指控食毒。甲检举的是一个女性，伊讲伊甲伊迄个女警，伊讲伊甲迄个员警是伫咧交朋友的软体来熟悉，对方竟然是找伊做伙来食毒，搁来抛出着穿警察制服的相片。伊讲伊看一个拢硬去，考虑了后决定要甲举发。若迄个员警做警察8年，事后检验是阳性，真正有食毒。嘛离伊所住的所在超出着毒品，即卖已经互记2支大告免职。一个小姐签名不自杀的声明，因为伊要检举一个员警，约伊做伙啉咖啡，佮食毒。看到两人对话内容是安尼，这个员警甲对方讲，找你做伙食毒，因为迄个物件若目着，会真心要有人陪。这个对话中，佮抛出一张一张，甲另外一个小姐的相片，其中有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相片，透露出伊家己的身份。这个小姐表示讲，两人是透过交友软体熟悉，认讲这个员警知法犯法，真无应该，所以讲决定要甲检举。后来高雄市警察局调查，这个姓高的员警特科班毕业，做警察8年啊，一直拢是高雄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伫服务。早伫3年外前，就因为出入棋牌社无正当的场所比例管，即摆又搁互人检举食毒。尿液初步检验呈阳性反应，并起获毛重1.49公克 K 他命。警察把毒品搁上网络就名啊食毒，互民众害头。警察的公信力整个都荡然无存了嘛，这样子不好啦。做迄个啊，你个你犯法。你要对人民安怎交代？代志发生后，凤山分局随开考绩会，记2大告加免职，是讲警察食毒品已经影响到警方的形象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